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有一种毒品叫做依托咪酯，俗称丧尸烟弹。前2天才有人因为输这种的毒品，共弄死一个警察。结果昨家人有一个男子嘛疑似输这种的毒品，家己去弄人行道的石墩火烧车，加在警消及时抢救，才无人受伤。啊，就惊阁有伤害来发生，警政署把这种的毒品列为暑期青春专案扫动的重点。法务部嘛甲列为第3级的毒品，10月开始来实施。消防人员用化学泡一直喷红色轿车涂骹拢是白色泡，烟引挂一个拍开，敢若还未降温，一直出现。石墩弄倒在地，车辆附近有臭大的混液，烟引挂嘛烧甲乌气。代志发生伫10时透早差不多3点，44岁姓刘的驾驶伫基隆成功1路安乐路口，家己去弄到人行道的石墩，拢已经弄掉啊，佫一直占油门，2分钟后，然后磨甲导火。消防人员接到消息了，赶到现场要拍火，发现讲这个驾驶敢若有食丧尸烟弹。消防队人员到场扑灭后，于驾驶座发现驾驶携带电子烟及俗称丧尸烟弹。13时才发生有驾驶涉嫌食俗称丧尸烟弹依托咪酯了后，高速正向弄死关键的代志，甚到家人有发生。依托咪酯伫临床上是作为麻醉的镇静药物，不过不少业者用来淋伫电子烟油内底，互人唔知人搞性地，甚至敢若强尸共款，规身躯下带，俗称丧尸烟弹。若用过量会唔知人，较严重的有可能会无命。就敢若强尸共款，徛袂在一直带，这是中国较含的画面，就惊讲台湾嘛出现。警政署已经将这个依托咪酯列为暑期青春专案扫动的重点，法务部嘛决议列管为第3级的毒品。拍算伫9月份行政院公告了，10月份就会当正式实施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